重驚聲，即係大概就冧我你同佛冧我你。歡迎收睇《南秀朗之都市鬼話》，今次會講日本凶宅清潔工嘅靈異經歷。嗱，佢哋嘅經歷唔單止係恐怖咁簡單，直情係超級恐怖。大家冇聽錯，係佢哋，即係話今次會講嘅鬼故係唔止一個嘅。聽鬼故前請先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分享。嗱，涉及凶宅總會有幾個元素，第一就係遺體啦，第二就係遺體佢經過腐壞嘅時候嗰個令人哋唔舒服嘅嗰個變化，第三就係會出現烏蠅大量飛行嘅場面，大家先有心理準備，再聽咧就會好好多噶啦。可能有人會問，咁點解日本需要有凶宅清潔工嘅咧？嗱，其實呢一種工作喺日文漢字裏邊係叫做特殊清掃員嘅。嗱，香港就冇呢種咁嘅工作，你可以話香港嘅住宅環境同日本有唔同啦。我哋絕大多數係住喺石屎樓度，亦絕大多數瞓喺床上面。可能大家會諗，咦，你瞓喺地下㗎？唔係講笑啊！日本人佢哋咧好多時會住喺和室，大家知道嗰啲叫榻榻米啦。佢哋會將一啲棉被鋪喺榻榻米上面瞓覺嘅。嗱，如果有一個老伯佢獨居嘅，日本老伯佢自己身患一啲疾病，都年老冇人照顧佢，而佢喺睡夢中離開咗，咁冇屋企人噶嘛，咁房東收唔到租嚟聯絡伯伯，上門嘅時候發覺，咦，伯伯佢離開咗啦，咁但係可能已經過咗一啲時間，一個唔該嗰陣天氣比較炎熱嘅，伯伯嘅遺體咧可能已經係開始腐壞，腐壞會點啊？會分泌一啲液體，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唔單止滲入棉被，會滲入埋佢榻榻米嗰度。咁個狀況，即使將個遺體移走咗，將棉被抌咗啦，榻榻米咧會留低成個人形嘅。咁呢啲狀況咧，唔係普通你買啲紗布買2樽漂白水可以洗得到。咁嗰陣特殊清掃員，即係我叫做凶宅嘅清潔工咧，就要出場。咁同埋除咗佢有啲特殊嘅用品特殊嘅清潔劑之外咧，佢哋都全副武裝，會着晒保護衣，因為畢竟現場有遺體，亦都唔知佢腐壞咗幾耐，咁充斥住細菌等等或者昆蟲咁佢哋嘅保護衣係保護佢哋唔好話有疾病感染細菌等等啦。仲要係你要能夠面對呢啲場面，因為唔係普通人入到去見到榻榻米上面有個人形，你可以若無其事咁繼續去清掃噶嘛。咁我先講第一個嘅人物啦，佢個名係叫做近藤家貴，我哋以下簡稱叫做阿貴啊。阿貴入咗行咧都有20年啦，佢今年40幾歲，佢20出頭嘅時候朋友介紹咧就打工嘅，後尾呢行度發展得唔錯嘅，都接受到呢個可以叫厭惡性行業啦。結果就開咗公司，而家做老闆，咁有伙計跟住佢做嘢噶啦。阿貴喺5年前有一件事咧都幾難忘嘅，佢當日咧就同一個助手去到大阪嘅一個住所度工作，咁當然就係凶宅嘅現場啦。凶宅不外乎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頭先我講過啦，阿伯伯或者獨居嘅人士佢自己離開咗，屋企人冇發現到，或者冇屋企人可以去發現佢原來已經離開咗世界喎，咁佢嘅遺體會隨住日漸變化，變得令到間屋嗰個狀況唔係好好睇，咁嗰陣就需要凶宅嘅清掃員去上場去處理現場啦。咁但係如果好彩一個伯伯或者一個獨居嘅人佢離開咗世界，屋企人馬上發現報警將佢遺體運走，就未必一定需要頭先所講阿貴呢啲嘅人出場咯。咁阿貴出得場梗係有原因啦。佢話原來嗰個單位裏邊咧嘅女租客咧離開咗，就唔係普通自然咁離開。佢話據說喺佢嘅屋裏邊啦掛咗條繩，然後佢係咁樣去做就升咗天啦。阿貴同埋助手去到嘅時候咧，望一望環境，都覺得都好彩，應該個天氣唔係太炎熱，同埋都唔係話太遲發現呢位小姐已經離開，咁所以現場嘅環境都異味唔多，亦都唔係話污染得好犀利，咁就點做嘢啦。做嘢當然就係將現場小姐佢生前嘅時候嗰啲可能雜物等等嘅嘢搬去屋外邊先。咁當然唔係話抌咗佢嘅，會聯絡佢屋企人去接收翻呢啲當係叫遺物啦。阿貴同個助手咁就一路搬晒啲嘢，先至開始準備去處理現場嘅清潔工作。咁過程裏邊阿貴執下就聽到有啲聲嘅，係一個女仔嘅笑聲。咦？
哇，係咪聽錯咧？繼續做嘢唔理啊，搬呢搬路，搬呢搬路。我助手，我呢嚿嘢移一移過去，搬咗屋企，呢個離開個女仔屋企先，外面度咁搬啦搬啦。第二次聽到啲聲，咦？哇！阿貴就諗，咁唔係聽錯喎，我啲聲喺隔離喎，隔離單位傳過嚟嗱，我準備咗嗰個單位嘅現場間隔俾大家睇嘅，大家想像嗰個玄關嘅左邊隔離做一個單位嘅，咁阿貴聽到個聲就喺左邊單位傳過嚟，最初就諗會唔會隔離個女租客或者係戶主乜嘢都好，佢度睇電視，或者同朋友講電話，可能講人壞話咧，係邊個啊？係啦，佢俾上司欺負佢，會唔會係咁樣咧？唔理啦，照做嘢，直至間屋清晒啲雜物出咗門口度啦，咁準備開始真係清潔工作啦。第三次聽到個女仔嘅笑聲，阿助手你其實聽唔聽到啲聲？哇！你問我，其實我聽到不過你又冇乜反應，我就唔好意思問翻你啊嘛，你老闆嚟噶嘛。助手就話奇怪我最初以為佢女仔睇電視覺得好有趣就笑出嚟啦，跟住聽下聽下，又唔似喎，佢好似講得誇張啲，好似有個人喺現場，佢對住我哋想笑我哋咁，覺得我哋做嘢好得意咁樣喎。咁但係現場冇人噶嘛。喂，助手你望一望我哋呢個單位左邊仲有個單位喎，咁會唔會其實我哋執嘢嘈到隔離？喂，無論如何咧，不如過去隔離打個招呼，話我哋呢度做緊嘢。好啊，阿頭知道啊。咁助手過去隔離度，但好快翻嚟。阿頭咩時候咁快嘅？係啊，有冇打招呼咩？唔使打。點解唔使打招呼啊？冇人住。冇人住？啲聲邊度嚟嘅？最初佢哋都唔諗話係咪靈異現象，可能工作辛苦啊，或者第度傳過嚟嘅聲音唔知邊度啲收音機聲，冇諗咁多，冇問題嘅。咁繼續佢哋嘅工作，大概去到傍晚時分就完成晒，就離開現場啦。離開現場，阿貴都忍唔住，特登鎖咗道門之後咧，過去隔離左邊嘅單位度望多兩眼。咁佢睇到咧，個單位度係冇窗簾，冇人喺裏面住，閂晒燈，咁奇怪。咁算數啦，都做一日工作啫。咁準備離開嘅時候咧，就收到電話，就係嗰個屋主打電話嚟。喂，係咪阿貴？係啊，點啊？咩事？屋主完成晒未啊？搞掂啦！喂，真係快手。咁我哋講效率噶嘛。阿貴仲有啲工作想問你幫手。哇，咩事啊？都係呢個單位，呢個單位清潔完噶咯。原本冇叫你哋去換咗個榻米，不如拆埋佢啦。仲有幅牆，都夠啦。不如牆紙幫我拆埋佢啦。咁樣，阿貴就諗，喂，咁臨急臨忙，好難揾啲裝修師傅喎。阿貴，你自己搞掂埋得唔得啊？都係撕爛啲嘢，拆嘢啫，唔係叫你鋪嘢啊嘛。好啦好啦，咁同呢個業主講就好啦。咁當然要加錢啦。咁阿貴就諗，第二日又要翻嚟做多半日喎。咁同助手講，喂，阿助手聽日咧你就唔使跟我過嚟啦，你去處理另外一個 order 啦。咁呢單嘢等我去處理得噶啦。好啦，頭。咁第二日阿貴就嚟到現場度就照做嘢啦。咁佢其實日光日白都唔係話太驚嘅，不過佢都同自己講，喂，唔好再有女人笑聲啊！咁阿貴照做嘢喺度撕開啲牆紙去將啲榻米度叫出嚟咁樣，跟住真係再聽到女人笑聲，喂，真係唔對路喎！嗰刻佢點咧？驚係有嘅，但係佢更加想解謎，喂，乜嘢事咧？隔離冇人住，喺左邊間屋傳過嚟，冇理由噶，唔得啲聲呢度過嚟嘅，我要揾個聲音源頭喺邊度嚟。嗱，大家睇多次嗰張屋嘅間隔圖，原來呢間屋嘅洗手間同隔離嘅洗手間，大家認得馬桶嗰個形狀啦，係即係隔一幅牆嘅啫。咁就懷疑，應該係隔離間屋嘅洗手間傳啲聲過嚟，因為啲板唔係好厚嘅啫嘛，唔係話石屎牆啊嘛，所以令至呢個洗手間聽到女人笑聲喎。洗手間，咁你入去呢間屋嘅洗手間度揾啦。揾咩事？咦，望一望，發覺哇咁奇怪嘅，佢發覺洗手間天花板上面嗰個抽氣扇竟然咧俾人封住咗，係用一啲封箱膠紙黏，好密咁黏好多張封住咗佢。正常嚟計，你唔開咪得咯？點解要咁樣啊？阿貴又奇怪，就放把梯上去，就將啲封箱膠紙逐張掹翻落嚟，掹到最後嗰張咧，咦，膠照黐住幾條
長頭髮嘅似女人頭髮嚟喎，男人頭髮冇咁優勢。咁奇怪，咦？隔離唔係啦，開個點檢口睇下咩事啊！嗱，其實香港好多私人屋苑咧都有設計呢個咁樣嘅點檢口，可能個名稱就唔同啦。洗手間嘅上面咧，通常都係啲喉管啦、電線走嘅位啦。咩叫喉管啊？抽氣扇吸咗啲蒸氣啊之後，就會透過條喉管出去戶外度噶嘛。咁條喉管點走啊？就係走咗上洗手間天花板嗰個位置。咁如果穿咗壞咗點算啊？工作人員就會扭開個點檢口，爬上去就換嘅。咁阿貴就用螺絲批扭開咗點檢口，上去睇下有乜嘢嘢啦。佢上面睇嘅時候嚇咗條。上面黏滿晒符啊！日本人咧唔係隨便會黏符嘅，一定係間屋有靈體有鬼，只要黏咗道符鎮住嘅咋。佢見到哇咁多符嘅，點搞啊？喺嗰刻仲聽到喺嗰位傳出，哇唔得啦！即刻落翻嚟，即刻上螺絲上翻嗰個位，然後離開現場。佢幸好都工作都已經去到尾聲，咁就可以唔再留喺呢個單位度。佢回頭諗翻係咩事咧？佢就覺得。呢個女租客雖然佢選擇自由了斷，但係其實佢係咪精神恍惚？佢自己問題，還是佢撞鬼啊？佢當佢喺度生活嘅時候，聽到無端端廁所度傳啲笑聲。假設呢個女租客生前嘅時候咩事啊？咩聲嚟㗎？入去睇下先。咦，好似有聲嘅，就發覺抽氣扇嗰位度有啲聲傳咗。咁咪驚咯？驚嘅時候點啊？佢就揾啲符黏咗嗰度。唔單止係咁喎，黏咗符都仲聽到聲嘅時候，佢點做啊？佢就揾啲封箱膠紙封住咗嗰個抽氣扇位，索性唔開啦。但係阿貴諗翻，咦？嗰啲膠就掹落嚟嘅時候，最後一張係女人頭髮喎。佢話啲女人頭髮應該唔係黏嗰個人甩咗頭髮黐上去，佢懷疑係黏咗之後喺個抽氣扇裡面有個女人長頭髮，甩個頭落嚟望下呢個廁所係點嘅模樣，俾佢黐咗啲頭髮。所以阿貴認為。係一個女鬼留低嘅頭髮黐住咗張膠紙，而呢個女租客俾女鬼搞，最後精神恍惚走上絕路。阿貴嘅靈異經歷就唔止呢一單嘅，不過我保留住先，以下會講份屬佢同行嘅另一位仁兄更加恐怖嘅靈異經歷。主人翁係叫做橫尾將神，咁以下我簡稱叫做阿神啦。阿神佢比阿貴更加年長。雖然話份屬同行，但係阿神咧，佢唔係叫自己做特殊清掃員，佢話自己係叫做遺物整理師。咁兩者有乜嘢嘅差異啊？嗱，假設有一個人佢離世咗，咁佢屋企人咧就請阿神呢一種嘅人員去嗰個現場度幫手整理遺物。咁阿神就係做呢種工作啦。咁但係若然嗰間屋都會出現頭先我所講阿貴嗰種嘅。遇到嘅狀況就係有異味，亦都有一啲唔好太好嘅狀況咧，咁冇法子都要去清掃喎。咁所以阿神嘅職業性質咧係有啲差異，咁但係兩者都有重疊嘅部分喺度嘅。講翻阿神一次經歷啦，佢有一次收到個 order 上門度觀察下間屋打架。原來上門嘅時候睇一睇間屋嘅面積啦，同埋現場有幾多東西，譬如舉例好多遺物嘅，離開咗嗰個舉例一個伯伯，哇！佢現場有啲黑膠碟1000張凍晒喺度，咁你幫佢整理啊，幫佢抹翻啲塵啊，都係好多功夫喺度噶嘛。收到 order 之後咧，就攞到鎖匙上某一個單位度。嗰日咧係冇人陪同佢，咁佢話呢啲狀況有少少罕有嘅，因為屋主有時都會陪同嚟望一望啦。咁唔緊要啦，咁大個人，男人一個有乜嘢未見過，咁去到嗰度開咗鎖匙就睇翻個單位。佢話現場都唔算太惹氣，即係惹氣嘅意思話太污糟啊，有異味都有咁嘅狀況，但係唔算話好嚴重嘅。佢反而覺得最奇怪、最惹佢關注嘅咧，就係嗰個洗手間，因為個洗手間，咦，點解會閂咗門之餘，嗰啲門邊門罅咧用封箱膠紙封實晒嘅喎。嗱，佢話呢個洗手間嗰度門咧係磨砂玻璃嚟嘅，咁但係黑掹掹睇唔到裏邊嘅，可能大家會話，因為洗手間冇開燈，咁咪黑掹掹睇唔到裏面咩嘅狀況咯。唔係喎，大家睇一睇畫面嘅呢個模擬嘅圖片，類似呢一種單位，即係話佢嘅廳同埋佢嘅洗手間都係對出走廊度嘅。走廊如果係日光日白嘅時候，洗手間總會見到啲光線噶嘛。阿神去呢間屋去所謂打架嘅時候，正係
大白天嚟嘅喎，日光日白嘅喎，咁冇理由係黑掹掹㗎。佢有啲不祥預兆，但係佢不祥預兆唔係靈異方面，而係咦，我豎起隻耳先，聽下門裏邊有啲咩聲傳出嚟，V 一堆昆蟲飛行嘅聲音。嗱，遺體咧就已經移走咗，不過相信嗰個本身嘅租客喺洗手間度離開嘅。咁有啲液體就留咗喺現場嗰度，即使搬走嗰個遺體，啲液體喺現場都會吸引到啲烏蠅啊、昆蟲嚟到噶嘛。咁阿神聽到呢啲烏蠅飛行嘅聲音，就知道哇，裏邊應該好多烏蠅，多到係可以遮住洗手間隻磨砂玻璃都睇唔到光線啊！點算啊？又唔能夠離開現場噶，工作嚟噶嘛，當然有準備啦。攞咗支特強殺蟲劑，咁就哇戴晒口罩，就撕開嗰啲封箱膠紙。漏條罅出嚟，即刻懟住支殺蟲水入去狂噴，可能噴咗半樽都有支，隨時成樽噴晒啦。噴完啦，閂門，咁啊等咗一陣咧，佢話咧嗰個磨砂玻璃係漸見光明，原本黑掹掹，點解啊？裏面大量無數嘅烏蠅度飛，咪遮住啲光線，睇唔到裏邊係咩狀況咯。直至噴完殺蟲水過咗啲時間啦，終於有啲光線射出嚟，就知道裏面啲烏蠅已經跌晒落地下度啦。一開，阿神當然係要處理咗現場啲昆蟲嘅遺體先啦，掃晒啦。咁之後就洗手間冇乜特別嘅，但係佢睇下個浴缸，睇下各種各樣嘅設施，估計到呢個男租客點樣離開㗎啦。呢個男租客係離開嘅時候50零歲，佢係喺個洗手間裏邊揾到個位掛上條繩，然後佢自己再利用呢條繩去將自己送上西天度嘅。因為唔係即時被人發現啦，咁所以有啲液體留咗喺地板度，移走個遺體之後咧，都惹咗啲烏蠅嚟到。咁但阿神已經處理咗烏蠅啦，閂咗門之後就諗，咁即係望一望其他打架就可以離開嘅咯喎。咁但係準備走之前，佢就發覺咦，道門就開翻，咦喂，咁奇怪嘅，閂到門咯喎，我閂唔冚，閂翻佢先，咔嚓，冇幾耐，道門第二次自動打開，冇人扭嗰道門喎，風幾大，點樣吹都唔會喐嗰道門噶嘛。咁奇怪，道門會唔會結構有啲事啊？阿神冇諗咁複雜，係咪咩靈異嘢㗎？再閂一道門，呢次佢就開始明，我明點解要封箱膠紙，因為道門應該好易會自動打開。我幫你連翻封箱膠紙先，將幾邊門啦連到穩穩陣陣，準備去離開。咁發覺咦，現場仲有啲嘢喺度喎。頭先都講到啦，遺物整理師咧除咗幫佢整理遺物，亦都有一種狀況係幫呢一個離世咗嘅人嘅家屬咧，將佢嗰啲東西剩餘嘅遺物去賣㗎。因為如果家屬覺得呢啲黑膠碟我哋唔需要啦，阿神先生可唔可以幫我哋揾個地方賣咗啲黑膠碟佢？咁呢個阿神係要負責埋呢一種工作㗎。咁佢睇下打點晒現場有咩嘅東西可以賣之際咧，就發覺有一部嘅叫做 CD cassette 機。咁叫 cassette 呢個字咧，哇都好 old school。日本仲有人用呢一種可以播 CD 同埋播錄音帶嘅電器㗎。咁阿神就發現咗，咦，有啲咁嘅嘢。錄音帶就冇 ，CD 有一張。咁我都要撳一撳，睇下張 CD 播唔播放咗出嚟。因為佢想試下部 CD cassette 機係唔係正常運作。如果係的話咧，就問問屋企人，就當係財物咁拎去賣俾二手嘅店。咁正如金錢都會俾翻呢個本身呢個男租客嘅屋企人噶嘛。一撳掣咧，係咩歌嚟噶？唔係歌嚟噶，咁係咩啊？係誦經聲，即係大概就林無靈動佛林無靈，一念呢啲經本身都令人有啲唔舒服噶啦。但係更加恐怖嘅異象就出現，嗰部 CD 播放機一播放啲念經聲咗，嗰度廁所門就嚟了啦，咁。係好似裏邊有一個人出力熬到門，想破門而出咁。啲經越念得長，裏邊熬門嘅聲音係越厲害，砰！阿神就好驚，滴晒汗，面都青晒。佢話幸好彩黏到啲封箱膠紙，若然冇黏到，道門就被打開咯。擺明係靈體裏面啊嘛。阿神講驚到即刻走人。阿神估計呢個前租客想送自己上路嘅時候，入去洗手間咯，然後掛咗繩，未掛落條頸之前，呢個前租客就撳嗰部 CD 播放機，部機播咩？播誦經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跟住呢一個租客就
將條繩套落自己頸度，然後送咗自己上天。即係話呢個人係聽住佛經上西天㗎，所以咁猛留喺現場度。阿神同屋主講：嗱，我呢行做咗咁多年，呢單我真係唔敢接，你另請高明啦。關於呢一種特別行業，大家有咩意見可以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好，下條片再見。